即马这体段是拍甲真热烈，正段呢嘛无咧恬静的。来看这行政院长杜永泰呢，伊是私人行程飞去到日本看棒球，毋过煞互国民党要求爱摕小单出来，而且就连这中国北京也特别打电话去到日本抗议。专家是分析讲，这杜永泰去到日本看棒球，这是流行的外交。因为若北京打压着台湾国际空间的行为，其实嘛无意外。 台湾的选手拍拼咧拼 WBC 经典赛晋级，各方拢甲因加油。行政院长杜永泰初次去日本东京巨蛋的球场，看台湾甲捷克对战。毋知影即支公器私用，因为1972年台湾日本断交了后，头一届有现任的行政院长去日本。日本媒体报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初一暗打电话予日本驻中国大使金山宪治抗议。现在日本讲这是私人的行程，无立场评论。这是一个 假日、休假日自费，而且是私人的活动。咱国外交部回应讲，有关行政院长私人的行程无评论。民进党立委认为杜永泰去日本是重大的外交突破。不过，国民党立委煞搁一概质疑，包机的小单是家己拿，还是用百姓的钱？行政院爱讲互清楚。从桃园机场特地飞到，还是移到松止部，然后早上6点半等你登机，然后晚上特地又飞回来。 那这算是包机吧？那我们想知道，就是说，那私人行程的钱是谁付的？除非你发现哪里不合理，来谈这个议题啊，才有一点意义啊。这个对于整个台日关系，我相信国人同胞一定感受到第一个，哎呦，突破了。曾水雄认为讲，无论行政院长是正式官方拜访，也是私人的行程，民众上先感受到的一定是外交突破。也拿北京甲日本抗议的代志，嘛强调讲这是意料之中的代志。 高市同意之下，但是双方怎么用这种私人行程去加油的方式来做一个不刺激中国的一个处理，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合理，也是一个非常现实一种做法。西班苗夫分析，杜永泰用看棒球的形式去日本，这是真典型的柔性外交。不过，只要台湾向外来突破，中国都会持续打压。呼吁朝野爱共同支持台湾分跨国际空间的拍拼。记者综合报道。